真正嘅勇敢唔係高高在上、無堅不摧，而係當你擁有一切嘅時候，你依然願意將自己最赤裸、最脆弱嘅一面攤開俾全世界嘅人睇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呢一個 moment？夜晚放工搭車返屋企，見到車窗上面倒影嗰個自己，好攰啦個樣，冇嚟神氣。嗰一刻可能會諗：唉，而家我到底係生存緊定係生活緊啊？我知道有好多時候，我哋每個人嘅內心都會有嗰一種迷茫啦、孤獨，甚至好想逃避嘅一刻。最近我睇咗一套傳記電影，睇完之後個感受好深，同埋有一種好心噏嘅感覺。而呢一種感覺喺我腦海裏面呢，一路都揮之不去啊！所以 Agnes 好想記錄低呢一份感受，同大家分享。一個擁有全世界咁多掌聲嘅天王之王，全球幾十億人崇拜嘅巨星，佢嘅內心深處原來係咁孤單啊，甚至可以用千瘡百孔嚟形容。佢揾咁多錢，佢大可以有能力去築起一道金碧輝煌嘅高牆，將自己包裝成為一個好完美神一般嘅存在。佢可以用物質啦、虛榮、娛樂去麻醉自己，掩飾自己嘅痛苦嘅。但係佢偏偏選擇用一個最誠實、最赤裸嘅方式去同世界分享佢真實嘅感受。呢件事好啟發到我，亦都係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話題。喺呢個咁現實、咁殘酷嘅世界裏面，我哋點樣面對自己嘅脆弱，然後重新企翻起身，重新出發啊？之前睇過啲心理學嘅研究有講過，一個表面上成日都好 negative、好中意呻啊怨嘅人，其實佢內心原本已經擁有緊好多快樂嘅。聽落咧好似有少少反直覺啊，係因為佢有本錢去悲傷，係因為佢潛意識知道自己輸得起，係因為佢知道身邊有人願意去包容佢。相反啊，一個喺現實生活裏面永遠都表現得好正面、好樂觀，成日都笑笑口嘅人啊，可能佢而家或者係曾經經歷過一啲好傷痛嘅事。大家有冇發現香港人其實好叻戴面具啊？返工一個樣，放工返到屋企又係另一個樣。我哋要對住老細笑，對客要 professional 噶，對屋企人我哋會扮冇嘢，唔想佢哋擔心，我哋會同佢講我冇嘢啊，我搞得掂啊。有一種快樂叫做我睇清楚呢一個現實嘅世界同埋殘酷，但係我依然選擇快樂啊。當我哋傷過、痛過、跌過、俾人背叛過、俾生活折磨過、毒打過之後，我哋就會睇清楚一樣嘢。就算我哋沉溺喺嗰個痛苦裏面有幾深幾長時間，呢個世界都唔會因為我哋嘅傷心而停低落嚟。既然係咁樣嘅話，不如笑住去回應佢咯。但係喺我哋選擇快樂之前，我哋往往都好驚誠實地去面對自己嗰個不完美同埋脆弱啊。而家個個都好興講人設呢兩個字啊，每個人都想包裝到自己好強好勁啊，無堅不摧，好完美。好坦白講啊，試問有邊一個人係冇曾經做錯過決定啊？有邊個人冇試過三更半夜喺自己個被竇裏面瞓唔着，獨自崩潰啊？我哋好多時咧，連對自己都做唔到坦誠啊！明明好大壓力啦，夾硬要同自己講我要正能量啊，我冇嘢。明明好 lonely 啊，就用無限嘅工作娛樂去麻醉自己。我睇完嗰套戲有個感受就係一個真正強大嘅人係四個字：袒露無遺。一個超級天王可以喺幾億人面前喊，表露自己嘅內心世界，呢一種誠實係需要極之大嘅勇氣啊！今日當你敢同自己講，係啊，我而家好痛苦，我好脆弱啊，我承認而家呢一刻我自己好糟糕，好難受。嗰一刻其實你唔係一個弱者啊，我想同你講，嗰一刻你係打開咗困住你自己嘅嗰個心鎖。有心理學家曾經講過，脆弱唔係軟弱，脆弱係量度我哋勇氣最精準嘅指標。我哋生活喺呢個香港，節奏咁快啊，尤其喺我哋嘅職場，喺我哋份工入面，有時真係根本唔容許我哋有丁屎咁多嘅軟弱啊。但係 Agnes 都想同大家講，如果你今日真係頂唔順，撐唔落去，
其實你可以大方地去承認，我真係好攰啊，允許自己喊一場啦。你容許自己承認自己好脆弱啦，至少你自己對自己咁樣做啊，因為你咁樣做，你先有空間去清理乾淨你自己內心，你先有嗰個力量重新企翻起身再出發。我有個好好嘅朋友，最近佢問咗我一個問題，你覺唔覺得而家嘅生活咧真係好大壓力啊？個大環境啦，個經濟又麻麻地喎，好似都冇乜嘢值得好開心。其實我覺得開心快樂唔係真係要等一件天大嘅好事降臨，又或者係一個節日嚟到我哋要慶祝啦，先叫開心。我自己個人認為啦，快樂可能係當你睇清楚某一件事嘅真相，生活嘅真面目啊！哇，原來呢個世界係咁鬼殘酷噶！你睇清楚人性嘅複雜之後，你仍然願意為咗身邊一個你覺得好重要嘅人，去買一碗佢中意食嘅糖水俾佢食，你依然願意喺你搭 lift 嘅時候，幫跑緊入 lift 嗰一個陌生人頂住道門啊！喺街度見到好得意嘅貓貓狗狗，同佢打個招呼，或者係有個 me time 可以去沙灘曬下太陽，坐一個晏晝飲下咖啡，其實我已經覺得好開心。法國作家羅曼羅蘭，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呢一個人？佢曾經講過一個說話：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嘅英雄主義，就係喺認清生活嘅真相之後，依然熱愛生活。我諗無可否認，我哋每個人身上面都可能帶住一啲大大細細嘅傷痛，繼續生活，繼續向前行。嗰個創傷可能係源自於我哋自己原生家庭嘅影響，可能係一段感情嘅遺憾，可能係我哋事業上嘅挫折，或者我哋每個人心入面都有一個曾經受傷、渴望被愛嘅靈魂。但係有陣時，正正係因為我哋曾經痛過、傷過。我哋先至學識唔好用同樣嘅方式去傷害其他人啊，因為我哋曾經經歷過嗰一種痛苦、嗰種低潮，我哋先至會明白到、體會到、理解到嗰一種陪伴係有幾咁珍貴。多謝你願意聽到呢一度啊！今日呢一條片呢，係 Agnes 同大家一段好誠實嘅對話。我知道每個人嘅背後其實都唔容易啊！天王巨星係咁樣，普通人呢，好似我同你一樣，都一樣係咁。所以我哋學識對自己誠實啦，學習去擁抱自己嘅脆弱，清理好自己嘅嗰個心鎖，然後企翻起身，fight it back 啊！如果大家聽完覺得有共鳴嘅話，希望你會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。最後想問大家一個問題。如果可以同上一次受傷嘅自己講一句說話，你會想講乜嘢啊？期待見到你嘅留言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